環宇飛翔，一個帶你去到世界唔同嘅領域，拓展你視野嘅網上電台節目。節目主持人劉帝傑。我哋都係生活喺一個講求速度嘅年代。咁譬如你一陣肚餓咧，你就會趕快出去可能食快餐，希望盡快填補你嘅肚腹。咁當你傳一啲嘅電文 text 俾人嘅時候你都好想對方盡快就能夠回覆翻你。咁當你要去啲地方嘅時候，你都會揀可能坐地鐵啊，或者揸快車，唔想係坐巴士啊，或者係坐船咁慢嘅。早前當北京同上海嘅高速鐵路已經建成之後咁出現咗幾次嘅停電故障都令到市民係鼓噪嘅。咁我哋發現原來當科技越先進嘅時候可能人就會越心急。但係相反睇翻我哋嘅信仰上帝卻需要我哋要耐心嘅去等候。就好似喺約書亞記嘅第14章當以色列嘅將領基列加勒同約書亞講翻要攞翻佢嘅得地嘅時候佢話原來佢足足等咗45年之多。上帝曾經喺加底斯巴尼亞應許佢得希伯倫嘅地方，咁終於佢要等咁耐先至能夠獲得。點解要等咁耐？如果我哋都好似以色列人喺人生當中不斷嘅兜轉漂泊，如果我哋冇一個好清晰嘅上帝嘅應許，每日朝住進發嘅時候人生真係好似好空虛。所以上帝嘅應許縱使唔能夠咁快達成，但卻可以每日都俾我一路等待嘅時候一路通過信心就能夠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係好踏實而前進，係有方向嘅嚟到去進發嘅。Promises 應許背後嘅精神意義就係話要守信約。上帝係一個守信嘅神，通常都會讚美唱詩就話 God is a faithful God， 上帝係守信用嘅。但係反觀我哋所生存嘅年代卻係一個失信嘅年代。就好似中國嘅作者余華佢所寫嘅一本書叫做10個詞彙中嘅中國講到忽悠呢個字人嘅飄忽，呢個來自北方嘅土話講到人嘅失信，大家對失信已經係一笑置之，也無所謂，繼續嘅係去過一個悠然自得嘅生活。當呢一種忽悠嘅精神繼續普遍喺大江南北、中港台三地普遍嘅時候中國人嘅道德水準真係開始係會越嚟越破落嘅。咁我自己就從事係中美貿易有成20多年，吃過一啲中國人廠方失信嘅苦頭。咁曾經有一次喺美國一間好大嘅公司就向我哋查詢供應佢一啲係 micro motor 微型嘅摩打嘅。咁當時我哋同北方嘅廠方聯絡啦，佢哋都講什麼也都可以。咁當訂單落實之後有100萬嘅美金 order 落咗啦，但係廠方卻因為技術嘅問題遲遲不能交貨，最終就需要取消訂單。咁嘅損失唔單止係一單好大嘅生意，甚至我哋中國人嘅聲譽都係受損嘅，到自己相當之嘅唔好受，以後都唔能夠再同呢一個大客戶係去溝通。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片面嘅例子啦，但係都相信只要我哋中國人更加重視promises 守信約嘅時候係可以將中國人嘅面貌係提升翻嘅。曾經有一首中港台都好流行嘅歌就係由新加坡嘅最近啱結咗婚嘅歌星孫燕姿 Stephanie 所唱嘅《天黑黑》。佢講到年青人
都曾經係奮不顧身嘅去投上佢嘅感情去愛，但係當係發覺被騙、對方失信嘅時候咧，佢覺得好孤單，覺得周圍都係天都係黑。所以我哋咧需要多啲去睇，唔係咧人世間一啲嘅負面嘅世界，一啲幽暗局面，但係需要咧去睇光明嘅一面，睇下上帝點樣去守信約。咁你睇剛才所講嘅一段嘅經文咧，就書入嘅第14章咧，你要睇到咧，上帝咧係好清楚咧應許迦勒有幾樣嘢。第一樣咧喺14章嘅第10節就係話咧，能夠存活。原來我哋能夠存活啊 ，alive 啊，就係上帝嘅恩典。迦勒咧曾經咧喺加底斯巴尼亞咧遇到一個生死存亡嘅關頭，當佢同約書亞咧匯報迦南地之後咧，覺得可以靠上帝係得勝嘅，但係其他嗰10個探子咧就相當之嘅悲觀，就煽動咧群眾推翻約書亞、摩西、迦勒等等。喺嗰個群情洶湧嘅時候咧，群眾想用石頭打死迦勒同約書亞，但係上帝咧突然間就榮光顯現，喺呢個咁千鈞一髮嘅時候拯救咗迦勒。迦勒能夠存活就係上帝嘅恩典。繼續喺嗰40年當中，上帝曾經話所有20歲以上嘅人咧都需要咧喺曠野當中死去。喺民數記14章有好清楚嘅解釋。當迦勒每日目睹一個一個嘅同伴都相繼死去嘅時候，佢嘅心係相當之灰暗。但佢都知道上帝應許佢存活，就係終於咧一定係可以踏入迦南嘅應許之地嘅。咁當佢哋準備進入迦南嘅時候，亦都唔係咧長驅直進咁方便入到去嘅，都需要咧係有生死存亡嘅戰爭。迦勒衝鋒陷陣，冇陣亡，仍然能夠存活，呢啲就係上帝嘅恩典。所以今日咧，我哋無論你幾多歲咧，能夠每日起身吸到新鮮空氣，見到陽光，呢個就係上帝嘅恩典。你就會知道咧，存活就係一個重要嘅應許。我哋應需要去珍惜每日去為主而活。